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呢個頻道啦。今集55集要分享呢5隻嘅貴金屬手錶俾大家，希望大家有興趣記得繼續訂閱支持，俾個讚好小弟。記得要分享俾啲朋友知道有呢一個頻道。今集呢5隻呢真係絕對性價比絕對高啊！大家可以計一計數自行。多謝各位先。第一隻要介紹 Omega Sysmeter 型號2652.50.91，咁呢一隻手錶咧就 36mm 18K 嘅白金，唔好睇佢 36mm 咁細隻喎，隻手咧夠晒份量，呢隻手感絕對好，呢隻手錶戴上手大約都似37點幾嘅，因為多咗粒的，所以呢隻手錶咧都唔會好細隻嘅。咁呢個嘅黑色錶面啦，有呢個波浪紋嘅。咁就配上超強嘅夜光，可旋轉嘅外圈，呢個外圈可以轉嘅。咁呢隻手錶咧總重96克，俾大家睇睇個狀態先。成隻都係 18K 白金嘅。咁96克咧就大約2.5兩，物底嘅設計啦，一條代用帶，代用嘅扣。呢個淨頭咧全原裝嘅，放心啊。因為條帶就冇辦法，有時換咗呢個淨頭一個啦，咁啊全原裝嘅手錶總重2.5兩啦。嗱，戴上手嘅狀態俾大家睇睇先，所以戴上手都唔會細隻噶啦呢隻手錶。咁而家呢個價錢咧38000，嗱俾大家睇下個規格先，單錶一隻38000蚊。第一隻嘅手錶 36mm 嘅，不過戴上手絕對唔會細隻嘅呢隻手錶。第一隻嘅手錶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啊，62064288。第一隻嘅手錶。第二隻要介紹呢隻咧 18K 玫瑰金瑞寶嘅手錶 Day 嘅款式嚟嘅，俾大家睇睇先。Day 款式雙日曆嘅。咁呢個錶面就特別少少啦，呢個錶面咧用咗一個925純銀製作嘅呢個錶面，純銀嚟嘅入邊嗰個錶面，咁配上一個 18K 嘅玫瑰金嘅錶殼啦，俾大家睇睇個狀態。呢個錶椅做得非常長啊，所以戴上手好大隻嘅呢隻手錶，40mm 嘅呢隻手錶。咁呢隻手錶咧個厚度咧就11mm。直徑就40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手錶都有90新㗎啦，一個透底啦，自家機器。呢個機器使用128機芯嘅自家機器嚟嘅。呢個成隻手錶嘅總重咧就係100克，2.6兩。咁啊配咗一條代用全身帶。就原裝 18K 嘅針扣，嗱寫住750嘅原裝嘅呢個扣，戴上手非常好睇，中意大錶嘅感覺就非常好啊！呢隻手錶嘅師兄，咁呢隻都係單錶一隻嘅，42000蚊，大家做下功課啦，俾睇大家睇埋個規格先，42000蚊單錶一隻，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。第二隻嘅手錶，跟住介紹勞力士型號4233切尼尼嘅款式啦 ，18K 白金嘅一隻手錶。咁呢隻手錶咧就 33mm 手上鏈嘅，俾大家睇下先。一個黑色嘅錶面啦，配上數目字。咁成隻手錶都係 18K 白金製作噶啦，物底啦，抹一抹就乾淨晒噶啦。咁一條代用帶，原裝扣，原裝 18K 嘅扣。呢隻手錶咧已經俾師傅洗咗油噶啦，留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33mm 嘅效果，成隻手錶狀態精神噶啦，因為我都俾師傅洗咗油隻手錶。咁呢隻單錶一隻，俾大家睇埋個規格。型號就4233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手上鏈嘅機芯1602機芯嘅，呢隻手錶總重55克，1.4兩左右啦，24000，
24,000蚊，單標一隻，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。咁跟住再介紹萬寶龍 18K 玫瑰金，呢隻手錶就超薄嘅設計嘅，俾大家睇睇先。38mm 個直徑有38㗎，咁用咗一個嘅米色錶面啦，配上玫瑰金嘅字條，近鏡俾大家睇下先。一個超薄設計，呢個厚度大約2.5mm，手上鏈嘅機芯，一條原裝帶。原裝呢個咧就包金扣嚟嘅，咁呢隻就全套齊全嘅，就2020年嘅38mm，留大上手俾大家睇睇啦。38mm 18K 玫瑰金嘅狀態，超薄嘅設計啦，戴上手嘅效果，全套齊全嘅呢隻手錶，俾大家睇睇個規格先。嗱，呢個就係規格啦。手錶總重就50克，1.3兩，2萬蚊，全套齊全嘅2萬蚊。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。跟住要介紹 Omega 18K 黃金嘅手錶，呢隻蝶飛嘅系列，俾大家睇睇先。咁呢隻手錶咧個直徑就39.5mm嘅，即係差唔多成40mm噶啦。一個銀色嘅放射錶面。俾大家睇下先，咁配上金色嘅字條啦，有動力儲存嘅顯示，同依家個秒針嚟嘅，俾大家睇睇。手錶都做到好厚㗎，密底設計，夠晒份量㗎啦！呢隻手錶都，咁配咗一條代用嘅全身帶，原裝扣，原裝750嘅 18K 嘅呢個扣，咁呢個就單錶一隻嘅。戴上手俾大家睇睇先，40mm 嘅效果，嗱，戴上手就係咁嘅效果噶啦，大家可以睇睇，俾大家睇埋個規格先。咁個型號就係424.53.40.21.04.001嗰個就係個型號啦。咁 18K 玫瑰金嘅密底啦，咁呢隻手錶總重90克，2.4兩，單錶一隻嘅38,000蚊，38,000，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。咁今集就分享呢5隻嘅貴金屬手錶啦，極有性價比嘅，希望各位師兄有興趣記得 WhatsApp 62064288，歡迎實體店交收或地點大家相就嘅。多謝各位先，希望繼續觀看我其他嘅手錶，過2日就會出片㗎喇，多謝各位。